出門行路特別注意哦！昨暗呢，高雄小港大平路人行道塗骹向破一空，有過路人無細力摔落去，骹腿來刺傷。啊，然水利局今仔日已經把這空補起來咯，也協助民眾討賠償。高雄市政府也要求相關的局處呢，就要加強落大雨過後人行道、車路抑個水溝的檢查。這個長看懸大約2公尺的空，路下面有連接的水利局材料區的排水管，可能幾下工的大水雨，路下骹的土沙漏了了，造成這過路人佇6月30暗時11點30分啊，踏過規隻骹落去受傷的意外。民眾講當時無看到紅磚的路頂面有空，哪會知影講骹踏落去路是空心的，結果大腿甲骹肚攏切着傷。民眾講考慮是不是要來申請國家賠償？腳突然就是踩到，然後軟掉，整個腳掉下去了，是伸到我的腳踩下去，它是已經可以掛到大腿了。我看那邊它空的，它基本上應該也是大部分不會是有那一塊是空的。水利局佇接到民眾通報了後，下晡隨有基地乘坐包廂，趕緊在暗門頭內甲添落去，莫閣有過路人經過踏落去受傷。水利局初步研判是進前大水雨時陣，這個所在土骹有真儕水沖流來造成的。該段車溝內部構造良好無損壞，坑洞內部有基地排水用的排水管接入道路側溝，亦無斷裂損壞。初判為基地內於日前強降雨期間，因坡地地形關係有較大的地表漫流水拋刷所致。水利局講，老民眾因為大坑落入去受傷，水利局會協助民眾，依據這造成事故的原因事實辦理後續要求賠償的作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